中學文憑試核心科目開考，首日考中文閱讀卷同埋寫作卷。今屆中文科有49000人報考，自修生嘅人數急增5成半。考評局今年沿用報到2，有考生就擔心系統故障。詹純欣報導。喺何文田呢一間中學，唔少考生提早到達試場，備戰呢份死亡之卷。有考生就把握時間，最後衝刺溫習。要準備嘅嘢我可以準備嘅咯，都已經準備到咯。卷1會對於我嚟講會係個挑戰咯。點解呢？因為可能好多文章入邊嘅意思都要自己去發掘咁樣。萬一如果我發掘唔到嘅話，我可能會真係好驚，唔知點樣做咯。考生怕嘅唔止係考試，舊年首次推行嘅監考2同埋報到2都出現故障，改為人手點名。今年考評局喺開考之前安排全港考生測試系統承載量，有考生仍然覺得緊張。每日都有 check。因為點解咁緊張呢？驚咩呢？就梗係驚無啦，去到考場諗住報到嗰陣無啦聽咗機，跟住就考唔到咯。呢個應該每一個考生都驚嘅，我覺得。如果真係有突發情況，都係要面對嘅，所以都係頂住上咯。近年文憑試報考人數遞減，今年終於回升，超過55000人報考，比舊年多1成。自修生人數突破1萬人。中文科有大約49000人報考，比舊年多4000人，係近5年以嚟最高。而英文科就會緊接喺星期4開考。有線新聞，詹純欣報導。中文科閱讀同寫作卷開考，閱讀卷嘅文章談及人生感悟。中文科老師話：今屆嘅試題難度唔算高，但就考驗學生平日嘅文化累積。冼詠琪報導。文憑試中文科改革第2年，取消聆聽同綜合能力卷，剩返閱讀同寫作，一日就考晒。有考生覺得試題水平可以應付。都係講返對於人生嘅理解同埋對於人生意義嘅尋找咯。好感情嗰啲嘢嘅話，都係照翻嗰啲題目去寫咯，架構都一樣，冇乜太大變化。比 past paper 簡單少少，但係我唔 sure 最後個 grade 當然我都因為我自己底子嘅本身都唔係咁好。我本身係一個文言文比較差嘅，但係我至少睇得明今次嗰個文言文。卷1閱讀嘅2篇白話文篇章，第一篇嚟自內地作家蔣方舟嘅《我們都曾以為自己會是小說的主人公》，引用唔少經典文學作品抒發感情。第一篇同學嗰個類型會比較少見啲，咁但係都其實考問嗰個嘅重點呢，都係喺一啲嘅概括能力啊，一啲嘅理解能力上邊。另一篇係台灣作家柯宇芬嘅《比正路還長的巷子》，由城市同鄉下嘅觀察延伸到人生感悟。過去嘅 past paper 甚至可能會有一啲嘅新詩係擺喺文章入邊呢，係賦予去作者係賦予抒情嘅，係唔係就代表佢能夠每一次都掌握到分析到呢？咁呢個當然都係睇翻佢日常嘅閱讀啊個積累咯。今年範文題目包括《六國論》、《詩三首》以及《論人論孝論君子》。卷2寫作需要寫2篇文章，命題寫作有3題，任選1題。新制加入嘅實用文就寫演講詞。老師認為今年寫作命題要求考生有想像力，發揮空間大。有線新聞冼詠琪報導。休息一陣，翻嚟仲會。